你对上帝的奉献，奉献你的工、金钱等等，上帝咧看你的心，毋是看你奉献出来偌济，是因为你的心，你家己摆做第一位。主祷文一直咧教咱安怎？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是咧优先顺序，然后阮的日式讲起咱的需要，敢毋是？今日要经历约翰福音10章10节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是迄个优先顺序啊。今日上帝要采用你，要竞选你，互你5000，你是毋是会当伫遮搁甲趁5000？今日上帝要互咱有影响力，亲像咱对这无信的人，安怎祝福因，互因有缘当得福音的好处。牧师咧面谈这后礼拜要洗礼，顶下我有讲一对夫翁婿陪太太伫遮来面谈，你知影牧师最后拢会用一招，神奇的一刀，屡试不爽，因为上帝立你太奇妙，上帝互咱的地位太奇妙。所以你若甲学起来，你会通真侪人传福音。无说伫飞机顶还未落土，还未降落啦吼，还未降落时，带一个迄个新住民，就是大陆寄过来的这个来遮哦，寄过来遮的这大陆的福音人信主。其实咱随时你若锻炼，你若有这个祈祷领受操练。你拢会当带人信主，今仔上帝嘛，透过你，互你有丰富的恩典，就是要互你有影响力，互你有影响力，互你伫你的职场居上不居下，做头无做尾，做首不作尾吼，做官无做下，这是上帝互你的应允啦。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新的一年，咱咧期待啥物？当圣神啊，甲你三个同在，你就有这个权柄。你袂讲牧师啊，我拢袂晓讲，毋是我牧师咧外口讲，是有圣神伫咧感动。看见迄个人，你有迄个负担啊无？我对这社区、这岛户的，讲来，恁过去恁若无好诶，要伫遐来赶走，安尼好毋好？恁拢无爱，无好诶，拢无爱互伊走，袂无？哦，遐社区讲袂吼。若好诶，要甲留落来嘛，好无？恁拢无爱吼。哦，这社会朋友做者情，好来，我就教恁讲安尼。圣经内底有一个秘诀，讲地上捆绑在天上了捆绑，对无？奉耶稣的名伫地面上，你讲知影无好，奉耶稣的名捆绑赶走。那像迄摒扫大摒扫，过年要到啊吼，对无？过21天就到啊咧。哦，真紧哦！若袂你期待，免啦，甲讨啊，甲赖啊，对无？哦，赖也毋免钱啊，哦，大家感觉真好。你若要甲讨，有一个首先的一个条件，安怎？你要相信伊嘛。所以你若袂对我祈祷，好无？一句一句，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耶稣，你做我灵的主。大家开喙啊！你知影对伊的喙讲出来，迄是有官柄的啊，因为有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讲，恁去试看卖啊！哇，大家在场的这社会朋友，包括咱的兄弟吼，伫遐引出因，伫遐来祈祷。讲恁试看卖啊，将烦恼交给耶稣。姊妹，今仔上帝要互你有这个权柄，咱做下读来。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为什么会当做见证？是因为上帝要伫你的手所做，要为着你来成。上帝若要互你为着伊做见证，要互你安怎？互你头举起来，互你安怎？互你对人对你身上看见上帝要所恩待你。今仔咱要安怎相信讲，我的未来是伫上帝手头，毋是伫我家己外口计划，千计划万计划嘛，无达得上帝的话一话。第二，活出
圣经一直咧甲咱讲，你着爱听，你着爱行，那安尼，遮个就要对互你，就要煞互你。过去一年久，咱领受啥物？今仔教会要对这个世代要做啥物？你有参与伫这个所在无？咱来看这段影片。如果你昨暝若无来迄个跨年祷告会，你检测会当透过这影片看见咱对过去一直到未来，上帝安怎伫遮来引带咱。主的话讲，要将逐样的智慧，用逐样的智慧，甲人带到做面前，咱做起立。咱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知影讲，用逐样的智慧，将人带到伊的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主要牵咱的手哦。过去安怎经过2022年，新的一年，你期待牵你的手行伫迄个丰富的道路，有油得滴的稳定的道路吗？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了主的引带甲关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吹求，若有奇妙因面点你，咱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行日，会命伊听到。伊有丰盛稳定甲主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约，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行日，会命伊听透。伊有丰盛稳定甲主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有主牵阮的手，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挂碍。咱所有来祈祷，有主你的手，你主爱的手，你施恩的手来牵阮，阮就无挂碍。感谢主，过去一年久，
无论风雨还是平静，你拢看过。虽然阮的身躯渐渐在衰老，总是阮的心神甲主哪来哪我。检测是面对阮的人生有结束的一天，我嘛知，你显现的时，是阮甲你同欢喜，伫羊羔的宴席做伙欢喜快乐的事。你也照你的时，伫遮来交付阮的使命，就是爱阮去看见遐个困苦四线，亲像羊无牧者的，就怜悯。甲因分享这个属天的福气，因为你的心意就是万人得救，无毋茫有一个人沉沦。伫这个过了圣诞节主显现的这个节期，你提醒阮来调记你，来找着你，找着这个救恩的恩赦，互阮的名字会通伫迄个受邀请的名单内底。有一天，阮要伫天顶甲主同坐倒。同做王，愿主赐福阮，互阮所听的记伫阮的心内，也通活出听甲叹这款的生命的见证。互阮会当伫你所赏赐的道路顶面，阮通成做报好消息的人。愿主听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在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很努力，在你诺言高继续。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甲咱教会丰富恩典满满。伫个新的一年，你犹原带领甲咱教会行伫你的恩典道路，赐福众兄姐心灵勇壮，平安喜乐，家庭美满，恩典教也有春。也仰望圣神继续感动，兴起搁较侪的人，愿意奉献因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伫你的圣工，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阮也要伫你的恩典羊羔生命册顶悬，有名、有份、有纪念。这是阮的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尤牧师来报告。
报告的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吼，我家庄兄弟伫毋知伫倒位，你请你徛徛吼，甲伊欢迎者吼，请坐吼，愿上帝祝你上帝赐福你。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礼拜的无？好，那无咱来看周培消息。咱伫即礼拜六有即要召开小会，所以请咱的小会员来参加伫6点各部部长甲牧区的主席的长老请伫5点先到5科议会议室，要来审核2023年的年度预算。咱后主日就是有圣礼典吼，咱洗礼有报名洗礼目前有4位报名成因洗真名的献信礼请恁伫暗时8点，即礼拜六暗时8点伫5科议会议室来问道理。咱的迦南之声对明仔载开始今仔日开始牧师讲牧师嘛拢有讲过对明仔载开始。牧师有介绍伫迄个录的内底有介绍每一工咱的军乐集书伊所创作的即个音乐有关啥物有关啥物对创世纪有关的内底咧讲啥无共款的主题咱会通来收听有咱的选日子来抽奖安尼啦即咱有安排即个抽奖的活动来鼓励，主要是鼓励咱来听上帝话咱的楼骹有准备春联每一户1份你若2间厝几份？2份啦莫摕3份迄个房间门免搭搭咧大门就好请伫礼拜后，咱伫1楼1楼要出去遐有一台车伫放伫遐，咱家己来领咱领到1月22过年迄天为止安尼咱迦南好声音，所以咱讲跳脱思维，就讲咱想咱用无共款的方法伫遮来传福音来你若想要唱更较好听的即个歌声咱会通报名来参加由咱的这个少年的执事田恩伫遮来教，咱这是专业的同学音乐系研究所毕业的咱会通伫遮对1月13开始第3期来做伙来参加，唱好听的诗歌来学罗上帝。朴文兄我都已经有讲伫2022年的最后一天啦蒙主恩调向你76岁，定伫1月14早起8点要来伫殡仪馆2点礼拜火化礼拜了伫1月14即个拜六下昼时间还未讲拜2会开会所以咱为着这个遗族伫遮来代祷愿主来安慰。来，其他咱请咱家己来看。来1月1月头1月的这生日的寿星无来徛起来。哇咱来甲因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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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拍hand祝，咱做来祈祷，牧师个为着你来祝福。上帝你所要享受的是满满的恩典，生命你所享受，气息你享受，互阮有这思想通来敬拜，你也享受迄个领受福气的秘诀，就是敬畏你，无论大小，主你拢要祝福。愿主上帝祝福这一兄弟姊妹，互因伫因手所做行通顺利，心心灵拢得到勇健，灵魂体得到兴盛。互因伫今年要诚做是一个丰收的年，不管
外口安怎预测今年的经济，因为你是迄个定着赐福互阮到野各有村的上帝。愿主你施恩所有遮的兄弟，同心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请坐。迄个办道免办180日，一顿就好，会使吼。来，咱做伙来读即个今仔日的金句，读两遍，做伙来。伫迄日，有人会讲：恁看，这位是阮的上帝，阮一直在仰望伊，伊一定会来解救阮。这位是阮一直在听候的上主。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以赛亚书25章第9节，搁一遍来。伫迄日有人会讲：恁看，这位是阮的上帝，阮一直在仰望伊，伊一定会来解救阮。这位是阮一直在听候的上主，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以赛亚书25章第9节。所以来吟祝福的诗402首，吟诗刷，请乐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恳求主怜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必是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对吹因撮是未来，这是我人生迫切毋捌。同心祈祷，领受上帝所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所带来丰丰富富的恩典，会当迎接新的一年是丰收的年。愿天父上帝用永无改变的主爱固守恁，互恁会当闪避瘟疫的毒害，出入平安。愿主圣神感动恁的心，认捌伊是救主，会当参加伫救恩的宴席，会当同得属天的福气，会当煞成做即个世代祝福的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祝咱新的一年拢会通平安，得到福气咱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